嘿，开始下厨准备晚餐。Oh my god! I'm in love with this camera! 也太轻了吧！今天我们要煮的是乌冬面。哇哦！连煮饭都要坐下来。不要注意我翻锅。哇，妈妈，黑椒了咯！黑椒是你弄的，不是我弄的。他弄的，我不煮东西不黑椒。毕竟我们不是做美食节目的，所以这个就不要给你们看了啦。